再来关心台南这场后壁乌树林火灾呢，前后13天总算伫昨暗来拍花。这环保局是讲有专兵来启动24点钟的监控，到时阵嘛会来检测这个土白，赶紧甲现场处理好势。按算伫明年5月的时阵会交转给军方。 现场有一角所在，咧拍火时，怪兽咧乌的过程，温度也悬，煞搁烧起来。消防甲环保单位持续出动怪兽甲水车斗阵抢救，采用拿乌拿降温的方式处理。等到后壁乌树林废弃暂时场，翕烧第13天，总算伫初三暗暝11点半完全拍花。那初4到场，透早已经无声烟。这场火灾纸现场囤的废弃物将近7层楼悬，内面有沼气产生，加上现场空间有限，抢救过程甲辛苦。 蛮不能接受的啦，因为你第一时间虽然空间有限，但是调派的能力跟资源一定要赶快倾巢而出，而不是说人民在抱怨呢，然后再来派多一点啦。里面温度很高，所以虽然是在残火处理，可是还是要高度警戒。你怕那个现在风那么大，那灰火再引到别的地方去，那就更麻烦。后续处理的部分，环保局讲已经启动24点钟监控机制，防止火搁倒起来。因嘛希望会伫明年5月进前，把这块地整理好势，献给军方。到后面可以加速是，当然我们策略上改变之后呢，用水去淹了之后，效果就非常好，3天就解决。 还是应该会五月啦，哈，5月啊，但是我可燃部分我会把它提前。但是要完全的恢复，环保局这礼拜完成招标作业，现场因为有手机加固参综合类物品，整体标案内容要重新设计。 如消防局及政风处正在积极的进行调查检视，若确实呢有人为的疏失，一定会依法的就责。但若属于系统性的问题呢，也会同步的检讨流程，然后并且提出精进的方案。 市会加强监视设备，有必要卖请农业局来进行农地四周围的污染检测。因嘛坦白讲，未来面对这大型灾后废弃物管理，各县市拢着爱提早盘点土地规划处理机制，建立更加完善的防灾工作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